大学学电影戏剧，毕业以后伫大陆工作的胡佳琪，因为看好太阳能产业，虽然连配线图拢看无，不过回国以后参加分家男分署的职业训练，对零开始经过6个月训练，已经摕下太阳光电、室内配线甲工业配线等3张证照，嘛顺利就业，成功转换跑道。虽然一开始很辛苦，但老师的循序渐进的教导，让我从1张白纸拿到3张证照，甚至结训前就找到工作，让我很开心。相信只要有心，努力学就没有不能的事。我们因应政府推动绿能政策，太阳能产业现在前景看好，业界目前人力需求大。我们的学员在训练之后，可以从事太阳能系统的规划、监工、保养以及维护等等的工作。那新人起薪有落在3万5到3万8，如果有经验，薪水我们在业界都有5万，不是问题。分家男分署新的一档持续开办职业训练课程，对来符合市场的技术需求。学员伫结婚以后，就业率嘛拢有8成以上。欢迎等待就业民众来学专长，不止免训练费，符合资格对象也可以当申请生活津贴。台南新闻军旗采访报道。